這條航線每週的禮拜2、禮拜5的早上8點、下午2點，分別由台南的安平跟澎湖的馬公互相的這個開航。每年的6月到8月，也配合澎湖的花火節跟台南的將軍侯等節日互相開航。那我想這樣的一個交通船可以促進兩地的這個觀光的發展。這條安平馬公航線，其實在歷史上是很早有淵源的。台南的熱蘭遮城其實就是從澎湖的丰貴尾城堡搬過來的所以很早這條航線其實就存在了。那今天很高興可以再連接這雙方的鄉親跟朋友，讓澎湖跟台南府城有更多的交流。南部的人要到嘉義的話，這個路程就是一個問題，時間上比較不好安排。尤其在高雄、屏東的話，這一些的人跟旅客的話，會更好的一種選擇啦。機票很難訂都訂不到的時候，那這個樣子的話，確實是解決了一個大問題啊。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今年暑假是台南邁向海洋觀光城市的重要的時間點。安平馬公航線結合了國際旅客推薦台灣必遊之地，台南、安平以及最具代表性的海島旅遊地澎湖，串聯了2個城市之間，展開了國際跳島旅遊的觀光優勢。台南還有從將軍漁港出發前往澎湖南方4島以及鎖港的航班，這些呢都是台南特有的海上觀光路線。海上航線的開啟，那不僅是我們交通上的便捷，更有觀光的旅遊模式。那未來大家可以先來台南漫遊景點，品嘗特色小吃，吃好吃，再去搭船去澎湖享受離島的風情。這個不僅是台南的人文風情，還能夠輕鬆享受到離島的美景，一次滿足城市跟海洋的雙重體驗。大家好，我是楊淑懷，歡迎收看8月4號禮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問題油品事件以後，台南市衛生局7月份擴大抽驗製油工廠、販售甲餐飲業者，其中課題油驗出苯偏比超標，目前已經通知業者落甲回收。毒油事件爆發地感冒超標，不只是大豆沙拉油，現在就連課題油嘛被驗出。市府衛生局喺7月23、24擴大抽檢製油工廠、販售的業者，甲啲餐飲業等場合，總共抽驗23件產品，包括課題油有16件，歐麻油甲啲芝麻油有7件，其中3件的課題油驗出苯偏比超標。衛生局嘛已經專門來追查問題產品流向。第一件這個苦茶油呢，它是從我們的販售端在我們北區，我們在北區的一個福利站那去做了一個看到有這個苦茶油做了一個採樣那它的超標的這個情形呢，是檢出了苯偏比2.5個微克，那這個是超過我們的2.0的標準在7月24號，那我們又到了我們的東山區那我們去了我們的一個叫巨星製油的工廠，這是一個小型的工廠，那它呢，因為在現場它有販售這個東山苦茶油那這一批的苦茶油的超標的情況，它是驗出了2.1微克。那這個當然對2.0來講，雖然只有超標一點點，但是以現在大家對食安的重視，所以我們還是視同這是一個超標的這個商品第3件這個我看到有超標的是7月23號，那我們這個是在我們的白河區，那我們的一個德昌商號。它也是一個小型的製油廠那他們這一家呢也在現場有販售，所以我們直接做了檢驗，發現它的這個苯偏比是3.0微克那這個也是一個超標的狀況。這3件分別在北區的福利站、東山製油工廠，甲在白河一間商行被驗出超標。衛生局嘛對查訂油，分別通知雲林、嘉義甲在台中的主管機關。針對源頭的製造商，依照權責來辦理後續的調查甲處理。市長黃偉哲表示，台南市政府是全國第一個主動稽查、抽驗並且送油品的縣市，
即屆查到相關的問題郵品，市府攏佇第一時間透過行政聯繫管道，通報頂有管轄地方的政府甲中央主管機關，希望會用全力保障民眾的權益。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都有事件延燒到達超過一個月，民眾看到政府處理態度，就是主管機關互相殺來殺去。中央公司地方責任，尤其最近追查，也閣發現台糖公司早佇咧今年5月份就驗出原料苯偏比超標，煞無通報，引發台南市議員不滿。到底是央廠所在地高雄，也是台糖公司所在地台南市政府愛負起追查責任？台南市議會國民黨籍的議員李中琴、蔡玉輝甲着彭一峰上午聯合召開記者會，針對台糖公司早佇咧今年5月就驗出所有的原料苯偏比超標，卻無來通報。對此，議員依照食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甲着台南市的自治條例，認為依法應該要來通報主管機關。在我們的食安法的第3條定義，食品只供人飲食或咀嚼之產品其原物料。那同第7條第5項規定，食品業者於發現產品有危害衛生安全之虞時，應主動停止製造、加工、販賣以及辦理回收的這個部分。那在並通報直轄縣市的主管機關，對於台糖未通報獨有，衛福部及經濟部應立即來撇清台糖之通報義務，並踢球回台中市政府。我覺得這就非常的不妥。咱的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條例，這食品48點鐘發現上演工業的食品，當然伊大家攏定義講這食品，食品是做好，該是食品，還是講原料、半成品，還是講各方面叫做食品。身為國營企業啊，更加做表率啊。哦，這一個中間，我捌伊自5月，伊就驗出講哦，有這個一直出來有苯偏比嘛，哦，保持沉默。我感覺講哦，這都要拗擊。因政府你身為國營企業，你無以身作則，而且還都隱匿這個毒藥吼。我感覺為你這個消息哦，我感覺無法度對社會交代啦。依法依照工廠或者是公司的所在地，雖然台糖的油廠佇高雄。不過總公司是佇台南，對此市府衛生局嘛回應，依照食品安全管理法，伊做不良法，目前愛先看高雄的處理狀況，才會送到台南總公司由主管機關來查核。他的總公司因為在我們台南市嘛，哈，所以變成是說，我們對他要了解公司你有沒有善盡督導的責任，你下面這些在你公司有沒有善盡責任，哈，這是我們第一個會去了解的。第二個，大家會說，陳其邁市長不是說那個罰單都是要移到你們這裡開罰哈？那我也跟大家報告，過去是這樣，我們食品的事件發生的時候，它可能會有工廠所在地，這是一個單位；另外，它可能會有母公司是在另外一個縣市。那到底誰要去開罰？因為我們現在是這樣子，我們的食品法規的規定一罪不兩罰，所以高雄市或者是它工廠所在地，它可以開罰。他如果不開罰，他移去母公司，罰母公司是一樣的。所以說高雄市他如果這次他不要罰，他要移給我們台南市去罰母公司，那這個沒有問題。議員表示，台糖公司身為國營事業，本來就協助政府照顧民生，不過對着原料超標無通報，中央將責任撒給地方，現在就連地方嘛互相來推卸責任。對此，議員建議。類似食品安全甲着防疫的事件同款，一定要由中央來統籌，成立聯合單位，避免中央甲着地方的權責分不清楚。台南新聞李英根採訪報道。中聯油品苯偏比超標風波持續延燒，針對台中市長羅秀燕講，台糖油品部門設佇咧台南，應該愛主動通報相關資訊。台南市長黃偉綽4號親自前往台糖新亞糖廠油品事業部訪查，了解實際業務內容，並當場澄清，台糖油品事業部負責的是加油站營運以及汽油業務。
甲食的油完全無關。為釐清外界疑慮，台南市長王美鐵今日一透早特別拜會台糖油品事業部證長林信志，了解台糖公司業務。林信志說明，油品事業部負責經營台糖加油站，販售的攏是汽油、柴油，強調油品來源攏是來自中油，甲食用油業務毫無關聯。至於食用油業務，這是由為佇咧高雄小港的台糖砂糖事業部負責。我們油品事業部經營的項目就是加油站業務啊，販售的品項就是汽油跟柴油。這個看一下哈，這是我們加油站的那個經營許可執照。你們油品事業部內部賣汽油時，那個油是什麼？就是跟中油拿的那個汽車用的燃料。不是食用油。不是食用油。了解實際業務後，王美鐵考察表示，此油非彼油，經直言食用油跟汽油傻分不清。此油非彼油，食用油跟汽油傻分不清。我們今天台中市政府告訴說，這個台南中油這個台糖的油品事業部是在台南，所以台南應該去查。所以我們今天特別來看一看油品事業部到底是賣什麼油。那所以說，這個也希望說，各地方政府之間大家彼此對於食安應該是協同的，應該是互相幫忙的，而不是互相這個用錯誤的資訊來誤導對方的。台南市政府表示，中聯公司在台中生產的產品屬於原料半成品，也未進入食品流通，也無提供食品使用，因此依法不屬於台南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條例第8條相關通報規定。除此以外，台糖總公司雖然設在咧台南，但也並非自治條例規範的通報對象。不過，市府基於食品安全把關原則，已經第3日主動派員前往台糖總公司訪查，了解原料管理和作業流程，持續守護民眾食安。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只要風台也是落雨，台南市麻豆區居民總是心驚驚，因為當地排水長期面臨通風看度不足、雨化無夠懸的問題，造成大雨以來積飲水嚴重，對着知名文旦產地嘛是足大威脅。對此，市府得到水利署補助5億3000多萬，要來治水。總共4件工程標案，有計110年底全面完工，希望擺脫地方10外冬來水患的痛。為了徹底解決麻豆區飲水惡夢，地方期待真久的雨花地理傳來好消息，包括中亞甲東北勢排水工程，市府已經爭取中央5億3000多萬，將大規模拓寬加懸，打造一條防汛安全防線。當地居民一聽到開工，嘛前來聽出簡報，對着避免飲水甲農損鬆了一口氣。每當將軍溪漲潮，又逢初一15下大雨的時候，附近居民這個幾個村落都水深及膝及腰，苦不堪言了。所以麻豆大排以及總的排水的整治刻不容緩。用地有超1.75億，那個工程費差不多3.6億了所以咱加起來5.35億。就是講咱就是趕緊要來把這個中亞排水。東北市排水趕緊來甲改善好好。上重要的目的就是講保護咱遮的農民咱遮農民攏總偌濟人呢，咱遮住戶差不多攏有7,000人。該治水工程市長王美鐵4號嘛親自到場主持開工祈福，治水利團隊甲民代貴賓的見證，除了要大大提升中亞甲東北勢排水通風能力，配合生態工法，嘛要達到清水的標準。因為我們這邊在過去如果還沒有建立起這個排水跟相關的水利工程，一淹就直接淹到農民的幼稚園，那對於農民的生產生計影響很大。所以呢，非常感謝我們中央還有感謝我們地方我們議會通過的墊付案，那能夠讓工程順利展開。解決麻豆北勢里甲重要文旦產區的治水工程，預計116年底完工，全面守護民眾甲農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台南新聞軍旗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農底家，特色美食、百里栽。
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台南鐵路地下化工程進入最後階段，交通部長陳世凱日前前往台南車站工地，除了實地了解工程進度甲通車準備的情形，並慰勉第一線施工團隊的辛勞，重申115年的進程，兼顧品質甲安全通車的目標。台南市區鐵路地下化目前全線磅空主體甲鐵基路工程已經完工，整體施工進度突破8/5。鐵道局正進行地下新站的裝修收尾甲機電測試，預計2026年底進程正式落地通車，會當講是邁入最後衝刺階段。鐵的動力機車測試還是做的，一個是動態測試，一個是整合測試，都要在這個階段。交通部長陳世凱日前無通知就前往工地，多了解工程進度，並慰勞第一線施工團隊的辛勞。南鐵地下化工程全長8.23公里，完工以後會一口氣消滅沿線23處的邊高道、地下道甲陸橋。上特別是改建以後的台南車站，將直接升級，成做有4國語言、有上新版本的導覽指標車站。台南新聞軍事採訪報道。華山基金會歌田愛心體賽站在地清經14天，累計陪伴超過177位弱勢長輩行過孤苦歲月。為着感謝在地善事甲義工的無私奉獻，4號舉辦感恩大會，邀請華山服務長輩做伙慶祝。現場也安排手作體驗，帶領阿公阿嬤認識在地產業。華山基金會官田站14週年生日快樂！長期關懷、失醫、失能、失智長輩，華山基金會官田站在地服務已經滿14天。為感謝社會大眾的支持，華山官田站適宜舉辦建站14週年感恩大會，邀請在地長輩到場來慶祝。官田站服務已經滿14週年，然後已經服務了大概177個長輩，重拾笑容。那在今天呢，因為官田是菱角最大的產地，所以呢，就是特別攜手官田烏金社區合作社，然後帶領長輩來到他們所打造的零碳生活工廠，然後透過專業巫師的導覽以及手作的體驗，讓長輩可以認識到如何就是廢棄的菱角殼如何轉變成功能性較高的烏金。好，那除了可以讓長輩體現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之外，也可以讓他們就是重新促進社會的參與，然後也重拾對這片土地之間的連結。感恩大會特別選擇了在地經營10檔的零碳生活工廠來辦理，透過文化導覽甲擴香石 DIY， 讓阿公阿嬤知影菱角不只會當吃爾，過去只會當單調菱角殼，變成菱角炭後，會當做成各種實用產品，將糞掃變黃金。其實地方創生的願景不外乎就是希望地方的長輩、地方的年輕人都可以有所寄託，所以我們看到這些長輩們從認識在地的產業，然後到最後成為一個循環經濟的每一個環節的利用，都可以讓他們等於說活到老學到老。所以像今天在這個地方，我們就帶他們從官田的菱角產業出發，最後呢所產生的這些殼的廢棄物再變成這一座擴香石，再讓長輩們帶回去。那這個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全循環的力量。華山基金會透過長輩家己動手動腦做擴香石，了解菱角殼變成菱角炭循環經濟過程，也讓伊回憶少年時八菱角記憶，度過溫馨又閣充實一天。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基隆和平島第2公園遊客中心2樓有一間海景餐廳，有着國際級的海景，上大的賣點就是海鮮全攏是家己厝的魚船現撈。在地青年土家娘為着讓更多遊客認識和平島的水，推出海鮮美食，不過也堅持海洋飲食，無販售本仔魚等魚種。
一望無際的蔚藍大海搭配奇岩怪石，這是基隆和平島獨有的國際級美景。現在來到了這裡觀光，除了大飽眼福外，更能坐在舒適的冷氣房裡，一邊看海，一邊享受最新鮮的現撈海鮮。我覺得這邊的海鮮非常的好吃，而且很鮮甜，然後非常新鮮。我覺得可以來這邊看海景，然後又可以去夏天可以玩個水，然後上來就可以吃美食，是一件非常完美的一個行程。不論是香味十足的精緻火鍋、汆燙特色冬卷，還是 Q 彈有嚼勁的在地九孔，每一道料理一上桌就讓人垂涎3尺。然後我們老闆娘他們家有自己的漁船，所以抓回來的新鮮都急速冷凍又好吃。因為我們家自己跟那個漁業方面的話呢也有關係，對，所以呢我們的在品質海鮮的品質上呢就會非常的要求，那也會希望讓客人吃到當季的時令海鮮。除了香氣濃郁的鹹食主餐，精緻手工蛋糕與冰涼飲品組成的下午茶，在無敵海景的襯托下，更成了網美最愛的療癒秘境。像他們的甜點，我就覺得不會很死甜，可以配個咖啡，非常剛好。能讓老饕讚不絕口的原因，就在於這間海景餐廳具備天然的產地紅利，它也配合我們的海洋生態，所以很多比較好的永續漁業的這樣子的漁獲，也可以在這邊都可以吃得到。然後我們在這邊收到遊客的回饋也都非常的好。引進永續綠色餐飲思維，在地青年用熱情與嚴選食材翻轉觀光景區的美食，也讓國際遊客用味蕾深深愛上基隆。記者蔡小軍採訪報道。桃園大溪區的國道3號埔頂綠廊道，也就是原住民族土地公園第2期工程正式完工啟用。這項工程總經費超過2809萬，唔但甲原本趴荒的土地大改造，也閣結合部落美學，未來將成為觀光的新亮點。熱情的原住民傳統舞蹈為活動揭開序幕，現場氣氛熱鬧非凡。隨後，由部落長老頭目帶領，舉行莊嚴的神聖祈福儀式。阿多，一定呢，你們都拿巴拉，我去巴拉海，他們，他們安沒安？你把當啊kita dan。桌上擺滿了滿滿的小米、穀物與米酒，長老以虔誠的心向天地神靈及祖靈表達感恩，接着將米酒灑向地面，完成祈福，祈求這片全新啟用的土地能護佑每一位來訪的鄉親。這座位於大溪區國道3號埔頂隧道上方的綠廊道，是桃園市原住民族主題公園的第2期工程。桃園市長張善政也親自到場主持啟用典禮。他強調，這不只是一座公園，更是桃園多元族群融合的最佳展現。3年前，第1期公園我們啟用，那麼經過1年多的施工，1800萬的預算，我們把這個第2期公園能夠今天順利啟用。那麼這2個公園都是在國道3號埔頂隧道的上方。那麼我們把這個空閒的土地做最好的應用，特別彰顯在桃園我們原住民多元族群融合的特色。那麼在第2期啟用以後呢，我們還會陸續再放更多的裝置藝術，來凸顯原住民的這個文化特色。有別於一般傳統公園，埔頂綠廊道充滿了豐富的原住民意象與生態環保概念。公園的步道採用了象徵重遠的藏紅色、土地的亮黃色以及代表森林天空的青藍色，交織出獨特的環狀健康廊道。最特別的是，廊道上方結合了仁和國小學生的創意彩繪帆布。到了正午時分，陽光灑下，還會在地面的座椅上形成類似百步蛇紋的圖騰光影。因此，整個也感謝原民會有支持1000萬的預算啊，也謝謝我們原民局目前在進行我們整個原民藝術的規劃設計當中。而我們這個比較特色的是，我們有一個織布的彩繪回廊啊，而這個回廊的部分是由仁和國小他們學生發生創意，當他們創意之後，我們做成帆布。就是我們在織布廊道的部分，在正中午的時候會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它整個陽光打下來之後，
它會有一個整個這整個座椅會形成一個類似百步紋的那個獨特的那個身影的樣子，所以變成是一個智能光跟櫻花意象的結合，希望打造民眾來這邊打卡的那種網紅的景點。為了降低對下方國道隧道的負擔，工程特別採用了輕質混凝土與減碳環保磚，更大量保留光蠟樹等原生樹種。市議員簡志偉也表示，第一期工程曾榮獲工程界最高榮譽金質獎。這是2期工程成功將荒煙蔓草的廢棄空地轉變為廣闊的休閒綠地，是桃園市原住民族的一大喜事。所以我們在緊鄰的旁邊大概緊鄰的一個空地原本是荒廢、荒煙蔓草，幾乎是廢棄使用的一個空地，我們覺得很可惜哈。我們在爭取把它能夠整理起來，能夠提供我們的市民來這邊休閒的朋友更多的一個綠地空間，融入我們原住民族的文化內涵提供我們市民朋友有一個生活美學的綠色環境，一個公園。未來市府在原民會的支持下，還將投入約1000萬元預算，持續增加特色裝置藝術，期盼將這裡打造成桃園最具指標性的原住民活動場域。記者李成浩桃園採訪報道。感謝你收看8月4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楊淑懷，咱再會。你跟我這樣做，1、2、3、4、5、6、7、8。2、3、4、5、6、7、8。3、2、3、4、5、6。同樣的事一直重複做，身體會產生記憶，成為習慣哦。7、8。我也怕快不去耶。林先生，因為你的右手受到機器重壓，狀況比較嚴重，為了他沒有辦法完全復原。先生您好，我是職災勞工專業服務人員，因為我們有收到您的職災通報，所以來了解一下有什麼政府可以協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讓我們團隊一起繼續協助吧。那後續的職能復健服務應該會對他的復工很有幫助。我知道你不想假裝沒看見，我知道你擔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對的。你不必得要力氣大，只要你願意站出來，你的力量就無比巨大。我不要得腸病毒，完全沒有消毒，可能會傳染腸病毒哦。我不要得腸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換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會傳染腸病毒給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腸病毒，老師說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衛生，腸病毒遠離我。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企
系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